拯救百萬海景，玻璃霧化唔使成個框拆晒嘅。陽光仔今日去咗屯門南浪海灣，業主當初買呢度就係為咗個無敵大海景，點知住咗幾年個窗就開始出事啦，所以委託我哋嚟換4塊夾膠玻璃、13隻窗嘅配件更換，同埋6幅窗嘅防漏工程。最頂唔順嘅就係幾塊大夾膠玻璃出現咗霧化現象，變到蒙查查，點抹都抹唔乾淨。夾膠玻璃方面，我哋堅持用同膠膜相容嘅中性內厚密封膠，配合刮刀壓實，將所有毛細孔封死，杜絕入水霧化。除咗玻璃，業主開窗時仲發現窗鉸有明顯刮痕，隻窗已經下墮走位。每次開窗都要用9牛2虎之力，我哋即刻過嚟換走高空炸彈。我哋換上304不鏽鋼加厚窗鉸，隻窗當堂變得新窗咁順。再換埋手掣，一扣即抹，勁安全。舊膠條一早硬化晒，換咗新嘅 TPV 防水膠，打風唔漏水，條街幾嘈都聽唔到。防漏工程方面，香港打風落雨最慘嘅就係滲水，業主屋企個防水層都老化啦。我哋會全面鏟走舊防水層，再打新膠，刮刀壓實，再塗上透明嘅防漏膜，打10號風球都滴水不漏啦。我哋提供免費3年嘅保養，投保3000萬嘅第三者保險，不外判保證安全。陽光鋁窗服務，用心為你創造。